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灣區管家，我係阿 Sam。近幾年嚟越嚟越多嘅香港朋友考慮北上生活，不過大家第一次了解中山呢，都會遇到一個問題：中山咁大，到底邊個區域比較適合自己？如果你係年輕人，可能會關注呢個發展嘅潛力；如果你係投資，就會關注呢個升值嘅空間。但如果你係退休生活或者想揾一個長期嘅一個落腳點呢，其實有一個因素更加重要，住得舒服同埋生活夠唔夠方便。今日咧嚟到中山東區同石岐呢邊，帶大家睇下東區同石岐交界處嘅一個項目津柏公館。呢個項目咧啱好靠近東區一個中山位嚟嘅，都算係東區一個生活圈。其實東區一直以嚟咧都係中山比較受關注嘅一個成熟區域之一。點解咁多香港朋友會留意東區呢？因為對於香港人嚟講，北上生活唔一定只係睇呢個價錢，更加重要係生活嘅體驗。你住落之後，買餸方唔方便？食飯容唔容易？附近咧有冇呢個商場？出行方便嗎？返香港會唔會好麻煩？呢啲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影響日常生活嘅地方。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同大家咧一齊睇下呢個項目。咁我哋睇呢個項目之前咧，我哋先咧去睇下呢邊嘅周邊嘅環境啦。咁依家我哋係呢個售樓部一個門口嚟嘅。等陣我會揸車咧同大家兜一圈呢條路啊。OK， 咁依家我哋出發去睇下呢個周邊嘅一個環境哈。我哋之前咧影呢啲視頻咧，可能都會先睇呢個樣板間啦。咁今日我哋先睇環境，睇完環境之後，我哋翻嚟咧再睇下呢邊嘅示範單位。我哋項目咧出呢個門口咧就係一條中山一個主幹道之一，叫喜灣道。咁佢係連埋呢個旗江新城同埋呢個坦洲快線嗰邊嘅，都係東區咧比較重要嘅線路嚟嘅。咁我哋樓下咧就有呢個公交巴士站啦。咁你如果你想坐公交巴士咧去邊個地方都可以嘅。呢條路係啱好下邊咧兩個站點咧就可以到呢個中山嘅金融街啦。佢係中山嘅 CBD 中心嚟嘅。咁如果行路呢，可能遠少少，需要10分鐘啦。咁如果你係打車啊，可能7蚊雞就到噶啦。咁如果你係有車嘅情況呢，2-3分鐘就到噶啦。過咗2個紅綠燈就到。咁呢條路呢係一個富人區嚟嘅，保利集團嘅打造嘅一個保利朗月圈啦。咁4對住宅咧就喺呢邊嘅。咁早期嘅豪宅呢，嗰個順景1號都係前期一個大平層嚟嘅。所以話呢條中山嘅一個金融區呢，佢嘅地段呢係中山係無可複製嘅。咁好多鎮區呢，佢冇呢個配套嘅。基本上東區最主要一個政府嘅配套啊、銀行配套啊、啲金融配套啊等等，全部都集中喺呢個區域。咁我哋依家呢可以睇到呢，我左手邊呢邊呢係中山東區嘅華僑公園。咁華僑公園呢入面呢可以平時食完飯啊，可以散下步啊都冇問題嘅。如果你未食飯，入面呢都有呢個餐廳嘅。咁同樣有呢個咖啡啦、圖書館啦，坐下想安靜啲嘅環境啊，你都可以到呢個華僑公園呢邊。依家呢全部都係重新翻修咗嘅，咁入面呢都好靚。咁平時我有休息呢，平時都會揸車到呢個華僑公園飲下咖啡啊，同朋友一下傾下偈啊，都係非常之舒服嘅。依家中山嘅年輕人嘅狀態咧，基本上都係比較中意揾個安靜舒適嘅地方咧，飲下咖啡。夜晚咧就可能去有啲細嘅酒吧咧飲下酒。呢個係依家中山大多數年輕人
所做嘅娛樂項目之一啦。我都唔理我，都係中意呢啲嘅。如果你係過嚟中山住呢，飲咖啡嘅地方啊，嘅細嘅啲酒館啊，都係非常之多嘅。你隨意可以行出街或者坐一兩個站打車呢，一兩分鐘就可以到附近一個細嘅酒館飲下酒，同朋友一齊傾下偈。而且咧呢條路咧有2個按摩房啊，我覺得非常唔錯嘅。其中一個叫陽光足健啦，咁你收費咧大概咧80分鐘就130蚊，咁佢幫你去搭下骨按摩啊，非常之舒服嘅。咁正常我咧都係有時咧都會話2個月左右啦，都會出去按下摩放鬆下。咁依家我哋睇到呢，就係我哋中山嘅一個中心區啦，就係東區嘅中心 CBD 中心。咁呢邊呢係中山目前嚟講呢係中山最繁榮嘅一個區域嚟嘅。咁基本上呢啲賺到錢嘅有錢嘅，如果佢要揀住嘅地方，俾揀比較舒服嘅環境嘅話，基本上會先揀中山呢邊噶啦。中山呢個中心 CBD 附近嘅房。咁我哋依家咧停下車，介紹下呢邊嘅金融中心到底喺邊度。咁好多可能睇咗好多視頻噶，睇到聽到中山東區 CBD 中心到底喺邊度呢？依家咧我哋咧就去睇下啦。咁依家咧，我哋嘅位置咧就係呢個東區嘅一個金融中心區嚟噶啦。咁你睇咗好多視頻咧，聽到中山嘅 CBD 中心喺邊度？咁我所處嘅位置咧就係中山嘅 CBD 中心啦，東區。咁我企嘅位置咧叫盛景上風。咁呢樓下咧有非常多嘅一個高端餐飲嚟嘅。咁如果係追求呢啲私家晚宴啊，想追求比較高端一個生活層次噶嘛，呢邊嘅話基本上全部都可以滿足到。咁可以睇到啦，我哋周邊咧有好多啲銀行嚟嘅。咁好似平安銀行啊、招商啊，我哋後邊嘅招商銀行啊，前面少少嘅匯豐銀行啊，仲有啲建設銀行啊。中山嘅總部銀行咧，全部都係集中喺呢個區域嘅，而且好多中山嘅政府機構咧都喺呢邊嘅，仲有啲中山呢啲媒體公司啊，全部都係集中喺呢個區域。可以睇到呢邊嘅都係甲級寫字樓嚟嘅。咁仲有咧，香港街坊過嚟呢邊住咧，呢邊仲有一個香港捷通巴士總站嚟嘅。咁每個鐘咧都有車次嘅，翻到香港荃灣啦、元朗啊、太子啊、旺角啊呢啲地方嘅班次全部都有。所以話翻港都係非常之方便，坐呢個巴士咧2個站就到呢個地方噶啦。咁我哋依家去睇下呢個香港捷通巴士站嘅一個地方啦。咁除咗好多啲金融公司咧，咁有呢個保險都有嘅，涉及呢啲金融產品咧，呢邊全部都有嘅，全部集中喺呢個區域。而且對面咧就係一個紫馬奔騰，咁係一個大型嘅一個商場嚟嘅，係入面食吃玩樂全部都可以滿足到。咁我哋可以入面呢邊入嚟咧，就可以睇到我哋香港捷通巴士啦。咁香港街坊過嚟呢邊住呢，坐2個站到呢個香港捷通巴士，你可以網上買飛或者過嚟呢邊。如果發車時間未到呢，樓下呢有非常多嘅一個咖啡店啊，坐喺呢邊探下人生啊，飲下咖啡。飲完之後咧，再坐呢個香港捷通巴士站啊，翻到香港。咁我哋行過嚟呢邊咧，就係一個香港捷通巴士站啦。呢個捷通巴士咧叫永東巴士。咁你喺深圳咧想坐飛機去其他地方玩咧，呢邊咧都有一個候機室嘅。咁你過嚟呢邊咧都有大巴咧接你去到呢個深圳或者珠海一個機場嚟嘅，非常之方便。所以東區咧已經係中山咧最中心、最成熟嘅區域之一嘅嚟噶啦，唔係嗰啲規劃嘅區域。可以睇到周邊咧配套咧全部都係完善嘅，而且都係幾新嘅。所以呢邊嘅舒適度啊、方便性啊，全部都係可以滿足到大部分香港人對於城市生活啊、舒適性啊嘅一個要求嚟嘅。咁依家呢，我哋翻售樓部再睇下我哋嘅一個產品啦，到底係點樣嘅。好啦，依家我哋出發呢，翻售樓部。如果呢有對呢個區域有興趣嘅朋友呢，都可以加我嘅微信或者 WhatsApp 啦，或者點讚關注私信我，都可以報名參加我哋呢個睇樓團活動嘅。咁到時呢，我都會帶你到呢個東區啊 CBD 中心，到處呢兜一兜，行一行。去感受下呢個環境到底係點樣嘅。咁依家我哋出發翻去啦。頭先講到嘅紫馬奔騰嗰個商業嗰邊呢，嗰個華僑公園嘅入口呢，其中一個入口啊，都喺呢邊嘅。咁上次如果有關注我哋頻道嘅，我哋講咗御龍關府嘅，我都有講過呢個紫馬嶺公園啊一個入口處。咁呢個 CBD 中心
呢附近呢仲有另一個紫馬嶺公園一個入口處嚟嘅，我哋都會經過。所以話平時如果中意跑步啊、散步啊，都可以到呢個紫馬嶺公園去行一行。呢個紫馬嶺公園呢係中山最大嘅郊野公園啊，都可以話係成個大灣區咧最大嘅一個郊野公園嚟嘅。佢係一個城市中間嘅一個公園。依家我哋調翻個頭翻去項目去睇下呢個我哋嘅產品到底係點樣嘅。好啦，依家呢我哋翻嚟呢個津柏公館呢個項目嘅樓下啦。上去呢個示範單位之前呢，有必要介紹下呢個樓下呢周邊啦。可以睇到啦，我哋正對面呢就係呢一個保利集團打造嘅一個項目，叫保利朗悅。佢係一個4代住宅嚟嘅，佢119方呢可以做到160方，因為佢實用率呢可以達到130%，係一個東區一個豪宅項目嚟嘅。咁我哋左手邊呢係一個前期石岐東區呢邊嘅一個宅項目，之前呢係賣到2萬嘅，叫順景1號。咁右手邊呢係之前呢係一個工場房嚟嘅。咁東區政府呢，佢好多嗰啲工場呢，佢係已經係改造咗噶啦，依家係一個寫字樓，係叫一個大道檢測一個公司嚟嘅。咁我哋項目呢就喺呢個位置啊，大門口。佢呢就分 A、B 兩棟，佢呢唔係一個非常大嘅項目，一個細項目嚟嘅。佢嘅樓層呢就係12層嘅，咁係 A、B 兩棟。佢呢一個複式產品，面積段呢係33方同41方嘅。咁依家呢，我哋入呢個項目嘅示範單位去睇下。哦，仲有對面嘅保利朗悅呢，旁邊係一個叫沙江墟嘅，相信好多嚟過中山都聽過呢個名。佢係一個菜市場同呢個花鳥市場咩都有嘅，係比較舊而且都比較大嘅一個市場嚟嘅。依家呢，我哋就入嚟呢個項目嘅樓下啦。樓下呢邊就係我哋售樓部。咁樓下咧係有啲公共嘅一個休閒區嚟嘅，佢有書吧啦，有桌球啦。咁我哋依家嘅樣板間咧喺2樓呢邊，我哋可以入去2樓，上去2樓。咁依家咧我哋嚟睇下兩個單位之一嘅一個33方嘅，先睇呢個33方嘅。咁可以睇到入門入戶玄關呢邊咧係有個廚房嚟嘅，因為咧呢個戶型咧佢唔可以明火嘅，咁多數係用呢個電火啦。咁有呢個抽油煙機嘅，平時如果係用電火煮飯啊、煮餸啊都可以嘅。咁右手邊呢係一個衛生間，乾濕分離。佢雖然話呢個房間係細，但係佢嘅呢個洗手間呢，佢都唔算細嘅，都係 OK，都係適用嘅。咁入嚟呢邊呢，可以睇到呢邊係做咗一排一個儲物空間，咁好啲雜物都可以放到嘅。呢邊係一個雪櫃嘅位置，因為呢個房咧係比較細嘅，所以話1-2個人住冇問題，所以話用呢個雪櫃咧都係夠用嘅，雪櫃咧都唔係算好大。咁呢邊咧呢面牆咧佢係做到一個儲物方式，咁對於香港人嚟講，儲物嘅方式經驗都係非常之足嘅。咁睇下呢兩個廳啦，呢邊咧可以做成呢個飯廳嚟嘅，咁呢個客廳。咁呢個戶型咧，咁如果你想裝一個電視可能就裝喺呢邊嘅啦。咁睇下呢邊咧。係一個4米5層高嘅，全部戶型都一樣嘅，4米5層高。佢咧計嘅面積咧係計下邊一個面積，上邊係唔計嘅，相當於買1層用2層。嚟睇下呢個露台啦，露台咁對於呢個面積段嚟講，呢個露台嘅寬度都係比較 OK 嘅。咁有時2個人1個人坐喺呢邊飲下茶傾下偈。空間都係足夠嘅啦。咁依家我哋睇下呢邊2樓嘅一個空間啦。咁呢邊咧係做成一個偏廳如果樓下你想做嗰啲其他啲廳想睇電視呢邊都可以安裝個電視機，都冇問題嘅。呢邊係做成一個房間。咁可以睇下呢邊咧係一個走廊位置係騰出去嘅，係贈送嘅，全部空間贈送嘅。咁可以做一個儲物間啦，或者呢啲有大小朋友做一個細嘅一個牆榻米都可以嘅。咁基本上呢邊好多我啲好多業主買咗之後咧係做成一個儲物空間嚟嘅，即係唔計面積嘅，全部唔計面積都係贈送嘅啦。所以呢邊咧雖然話細，但係可以做成2間房嘅，呢邊一間，呢邊一間，呢邊仲可以裝多個榻米，空間利用率都係非常之好嘅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咧想買嗰啲毛坯嘅，呢邊咧你如果唔想做呢個鏤空嘅設計咧，你可以騰出去全部鋪滿佢，咁空間咧利用率就更加多更加高嘅啦。好，依家我哋去睇下我哋第2個戶型，呢個就係33方嘅另一個戶型，嚟睇下
咁同樣啦，右手邊咧佢就係一個廚房位置，咁左手邊就係一個洗手間。樓下咧基本上係一樣嘅，咁呢個戶型咧，佢嘅鏤空設計咧係更加寬啲嘅。咁你坐喺呢邊咧，空間會更加嘅大，可以睇下二樓頭先嗰個戶型咧有咩唔一樣。咁呢邊咧係做成一間房嘅，頭先嗰個戶型咧係做兩間房，嗰間房咧都可以做成一個廳都冇問題嘅。咁呢個儲物空間佢贈送嘅走廊位置咧，佢就係比較細啲啦。如果想買嗰個咧，可能就劃算啲。咁呢個戶型咧雖然話細，但係佢有兩層，使用率啊、空間啊都係比較足夠嘅。咁有好多公寓啊，佢係一層單層嘅，所以咧空間利用就冇咁足。呢邊戶型你都可以揀啊，或者頭先嗰個 A 戶型或者 B 戶型，所以睇你中意邊個多啲咯。如果你係買毛坯咧，你可以將樓上嗰一層啊鋪滿佢啊，唔使預留呢個鏤空位置，咁實用率就更加高噶啦。咁就係睇你個人一個選擇啦。咁依家咧再睇下呢個41方嘅，咁比頭先咧係多咗8個方左右啦。咁可以入嚟睇到呢個空間啊係更加大、更加多啲嘅。頭先嗰個戶型咧33方咧，可能呢個玄關位置啊都係比較窄，但係呢個咧都係比較寬闊、比較大嘅啦。咁可以放到呢個鞋櫃，頭先嗰個放鞋櫃可能要放到呢個位置啦。可以睇下入嚟睇下。咁右手邊咧，到時你呢邊係一個廚房，係封咗嘅。咁為示範單位為咗呢個空間啊，睇就更加闊啲。佢係將呢面牆啊係拆咗嘅。睇下呢個洗手間，洗手間咧都有呢個排氣嘅，全部都有排氣嘅。可能咧就冇窗。佢如果係喺邊位置嗰個戶型咧，可能就有。但係嗰68方咧已經係賣晒嘅啦。呢邊咧就係一個3段式嘅設計啦。淋浴房啦，呢個洗手間啦、廁所啦，同呢個洗手盆啊，呢邊咧就係一個廚房嚟㗎。咁呢邊就係一個廳啊。咁呢個樓梯樓下咧係做成一個儲物方式嘅一個櫃啦。咁基本上好多啲公寓啊有雙層嘅，呢個寶梯樓下咧全部做成呢個儲物空間。咁呢邊咧就係一個雪櫃嘅位置。雪櫃位置咧放喺呢邊咧，呢個戶型咧就可以大啲啦。頭先嗰個可能面積咧細啲㗎嘛，咁呢個面積大啲咧，空間咧大啲咧。雪櫃咧都係可以買大啲都冇問題嘅。咁呢個鏤空設計都係同樣一台鏤空設計嘅嚟嘅。咁呢個露台咧比頭先嗰個咧又大少少，可以嚟睇下。呢邊咧頭先未講到，呢邊可以載一個熱水器嘅掛一個熱水器。到時咧呢個熱水管同冷水管都有預留嘅，可以放下洗衣機啊，放下呢個。其他啲台燈啊都可以，呢個就係廳啦。到時呢邊有面牆嘅話，可以電視啊都可以掛喺呢邊都可以嘅。依家我哋去2樓睇下，呢邊咧係做成一個2間房嘅，因為佢面積大啲咧，個房間咧就會大啲。咁儲物櫃啊、書台啊、呢個牆頭櫃啊都可以放落去嘅。咁第2間房咧都一樣，空間都係比較大，都係足夠嘅啦。如果你2個人2夫妻或者有細路仔嘅，都係2間房住又舒服啲又大啲。咁呢個位置都係一樣，都係贈送嘅。啱先團客過嚟啦，為咗唔阻住人哋睇樓，我去剪咗個頭髮，就揾個地方再講下以下嘅。咁33咧同41方咧，可能好多朋友聽到30幾方，第一個感覺就會唔會太細？其實呢個問題要睇你用咩角度去睇啦。如果你用香港住宅面積去比較，30幾方其實都唔係好陌生嘅。但內地嘅 loft 產品咧，最大嘅優勢就係空間利用率。通過呢個層高嘅設計啊，可以做到上下2層一個空間。咁例如呢個下面啊，可以做呢個客廳、廚房、休閒區域；上邊咧可以作為一個睡眠嘅一個空間。所以實際使用嘅一個面積感咧，會比普通嘅一個平層啊更加嘅靈活。咁對於以下幾類人咧，其實都係比較適合嘅。第一，退休之後你想北上生活，但唔需要太大空間嘅朋友，2個人生活其實最重要嘅就係舒服方便。咁第二個咧，經常香港中山兩邊行嘅一個朋友咧，平時住香港啦，又需要返中山住幾日啦。咁第三個就係用比較低嘅預算配置一個灣區嘅一個落腳點嘅一個朋友。所以最後總結一下，津柏公館最大嘅價值咧，我覺得唔單止係一個細嘅戶型產品啦，更加重要係佢係位於中山東區同石岐嘅一個成熟交通方便嘅區域。對於香港朋友嚟講，如果你想退休後北上生活，如果你想擁有一個灣區落腳點，如果你想用較低嘅預算開始佈局內地嘅生活，咁呢類產品咧可以作為一個選擇。當然啦，你如果係希望一家幾口人咧長期居住嘅，
需要3房4房空間嘅，咁住宅產品咧可能會更加適合你。咁買樓最重要嘅咧唔係買最大，而係買啱自己嘅生活方式。我係灣區管家阿 Sam，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適合香港人喺中山、珠海樓盤嘅，歡迎關注我。下一期咧繼續帶大家咧實地睇樓，幫大家了解下大灣區置業更多嘅一個真實嘅情況。